你好，歡迎大家收睇呢個視頻。喺下邊，我想帶領大家進入一個旅遊嘅世界。可能呢一個世界對你嚟講係聞所未聞嘅。我會話俾大家知道點樣以低於大眾所享有嘅價格嚟體驗更多嘅旅遊、更多嘅樂趣，同你心愛嘅人一起銘記更多難忘嘅瞬間。我仲會話俾大家知道喺資金方面點樣去安排呢個旅程。點解咁多人都未曾有咁好嘅體驗呢？幾年前有兩個朋友都問咗自己同樣嘅問題，答案係冇錢，唔知道點去規劃。如果我哋有錢去發夢嗰啲我哋好想做嘅事，並且知道點去做，我哋一定會去做。於是乎佢哋一齊諗咗辦法，決定去創造一種方式，令大家可以享受旅遊所帶嚟嘅樂趣。佢哋諗嘅辦法唔單止係組建一個旅遊俱樂部，佢哋諗咗辦法，令每一個人不論錢多定係錢少，都去享受更多嘅樂趣。佢哋創建咗 Dream Trips， 呢個唔單止係個打折嘅旅遊客房，而係夢想中嘅旅遊。Dream Trips 俾你帶嚟嘅係超凡嘅日期體驗，價格優惠只係俾我哋會員。每個 Dream Trip 嘅旅遊都係一個精心策劃嘅假期。我哋為你安排好一切，我哋提供人性化嘅服務，由 Dream Trip 接待員為你服務。Dream Trip 接待員為你預先安排咗客房，舉辦 party， 讓大家可以認識交流，組織專屬旅遊，安排特殊嘅場合，為你提供無與倫比嘅服務。好多時候，我哋淨係參加一次 Dream Trip 旅遊，慳翻嘅錢可以超出入會費，就係咁實惠。你可以從 Dream Trip 前往世界各地幾百個旅遊當中選擇。會員嘅體驗有每個月$69就可以享受郵輪旅遊、5星級同4星級全套服務豪華嘅度假地。非凡嘅旅遊行程，你可以去澳洲同地中海，去亞洲同南太平洋，去美洲帶家人一齊去坐郵輪、滑雪，抑或係去非洲狩獵。如果你想擁有更多成就感，令其他人嘅生活變得更美好，可以參加我哋嘅公益旅遊，奉獻愛心，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我哋同樣俾學校，同樣俾有冒險精神嘅朋友一個最好嘅經歷。如果你中意去運動，我哋可以帶你去狩獵、釣魚，抑或去睇澳洲嘅大獎賽、英國公開賽等等體育嘅賽事。唔理你嘅行程係點樣，唔理你嘅錢係幾多，都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旅遊。Dream Trip 創業獨特之處在於，雖然呢啲體驗係獨一無二，售價應該高於市場價，但係我哋係提供咗俾我哋會員嘅優惠價格。Dream Trip 嘅每一項體驗都有會員嘅專享價格，普通嘅客戶係冇辦法享受得到嘅。我哋嘅 Dream Trip Promise 令會員對我哋嘅專售價格係充滿信心。Dream Trip 創業獨特之處在於，雖然呢個體驗係獨一無二，價格應該高於我哋嘅市場價，但係我哋提供咗俾我哋會員嘅係優惠價格。Dream Trip 嘅每一項體驗都有會員專享價格，普通嘅朋友係冇辦法享受得到嘅。我哋 Dream Price Promise 會令我哋會員對我哋嘅價格更加有信心。Dream Price Promise 承諾，自我哋預定 Dream Trip 旅遊嘅服務嘅7日之內，如果發現有低於我哋價格嘅同樣服務，我哋將會俾你免費嘅旅遊。冇錯，我哋嚟承擔你呢一次全部嘅旅遊費。好明顯嘅，價格優勢係我哋公司成功嘅一個主要嘅原因。但係你會發現，比慳錢更有意義嘅係你喺呢一個旅遊當中獲得嘅非凡嘅體驗。Dream Trip 旅遊會成為你一生當中最佳假日嘅體驗之一。呢個唔係個斷言，你睇睇我哋最近呢啲 Dream Trip， 睇睇下邊有關朋友對旅遊嘅咁好嘅感受。Here we are in Cancun. We're having a blast. Everything's taken care of with this. We just have to show up. It's never a dull moment. You just cannot beat the value. Service like no other. Nothing compares to what this trip is. And when we go on vacation before, it always looked like people were having bigger fun. Now we're having the bigger fun. It is marvelous. I have a big jacuzzi tub, a big old bed, massages on the beach. A trip like this was very economical for a family of 4. The best beaches, beautiful, everyone's just enjoying themselves. An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We'll never forget this vacation. I'll tell you, if you're not traveling with World Ventures, you're absolutely just doing it the wrong way. 你會發覺呢啲旅遊太好啦！參加過幾次旅遊之後，我個人認為，如果會員身份令你享受只有 Dream Trip 旅遊，
單單呢個體驗就比會員費有價值。但係我哋唔係喺度停步。另一個會員福利就係24小時嘅門訪服務。呢一個係一個免費嘅電話，就好似手機上嘅 Google 服務，俾你提供揸車嘅指南、預定晚餐、幫你做在線嘅研究、俾你叫醒服務，抑或做任何你希望可以嚟助你為你做嘅事。除此之外，為咗適應你嘅日常生活，我哋都仲有日常性嘅安排、地方性嘅安排、全球性嘅娛樂安排嘅選擇。如果你想喺你屋企附近過一個難忘嘅夜晚，或者係帶家人一齊去有一個一日遊，我哋嘅會員專享服務會提供俾你更多嘅選擇，譬如高級嘅餐廳、娛樂場所同有溫馨嘅酒店。我哋還有好多方式幫你喺資金方面籌劃，並且有更好嘅體驗。呢啲方式有乜嘢呢？譬如講，如果你通過我哋合作旅遊社 Rovio 預訂航班或者旅店，你就可以享受更低嘅價格。如果你需要坐飛機前往其他地方，需要酒店或者租車，可以使用我哋 Rovio 獲獎嘅預訂系統，我哋保證你會享受更低嘅價格。如果你喺同一日發現喺其他地方嘅服務嘅價格比我哋 Rovio Price Pledge 更低， Rovio Price Pledge 將以 Rovio 幣嘅形式，按照差額嘅50%還翻俾你。你可以享用 Rovio 幣預訂更多嘅旅遊服務。此外，Rovio 仲有創新嘅 Rate Stringer 技術。你訂購成功幾秒之後 ，Rate Stringer 就會搜索所有嘅網站，核實你航程嘅價格係咪有下降，並且密切觀察呢啲價格，直到你旅遊嘅日子開始。如果你發現價格有下降，就會按照最低嘅價格幫你重新再做預訂，實為你開錢。除咗 Rate Stringer，你喺個人 Dream Trip 主頁上預訂你嘅機票、客房、遊艇或者係租車都可以慳錢。你可以用呢啲慳落嚟嘅錢安排下一次嘅 Dream Trip 旅遊。Dream Trip Fly 嘅產品優勝於市場上所有嘅產品。一啲旅遊俱樂部嘅會員費從$8000到$80,000唔等，佢哋冇辦法同 World Venture 相提並論。但係 World Venture 打破咗常規，令人哋可以買得起我哋嘅服務，喺度重新規劃旅遊俱樂部嘅行業。我哋嘅服務唔係$10,000，唔係$5000，連$1000都唔係。Dream Trip Fly 嘅會員每個月只係$50，一次性嘅註冊費係$200。你可以隨時取消註冊，但係好似大部分嘅會一樣，如果你參加咗一次 Dream Trip 旅遊，你就會永遠想做會員。如果呢啲仲唔夠吸引嘅話，你推薦4個人入會 ，World Venture 就會取消你嘅月費，就係我哋講嘅薦4人免月費嘅政策。有啲會員只係將呢一個視頻放上網，或者透過 DVD 播俾大家睇，喺第一個星期就揾咗4個人，有啲甚至乎喺播放嘅第一日就揾咗4個人。唔同於你所以前聽過嘅或者接觸過嘅直銷公司，你唔使說服人哋去買產品，每個人都好中意度假。好可能你所認識嘅大部分嘅朋友都承認自己需要一個假期。如果我諗，你應該明白點解呢一個創意係全世界最受歡迎嘅。World Ventures 仲俾你賺錢嘅機會，你可以用呢啲賺嚟嘅錢支付更多 Dream Trip 嘅旅遊，抑或係其他嘅費用，成為 World Ventures 獨立銷售代表。你唔使成為一個咄咄逼人嘅推銷員。你而家睇到呢個制度，呢個方式就係好有效嘅方式，按照呢個方式辦事就得啦。我做廣播，每一個廣播員嘅聲音都唔同，於是乎就冇人可以代替我哋。我好想走出呢一個框框，但係走唔到。每一個人聽到嘅係要我嘅聲音，我點算好呢？第二，我想睇睇呢個世界，我想睇睇呢個世界係點樣嘅世界。我好向往，直到面對我見到 World Ventures， 我知道我有咗希望，我要翻呢個可以睇世界嘅生命。成功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幾乎所有嘅人都需要我哋產品，就係假期。成為 World Ventures 獨立銷售代表，每一個月只需要$11，一次性嘅註冊費用係$99.95，咁你就可以按照介紹嘅會員同佢哋所發展會員嘅數量收取佣金，唔理會員嘅基礎發展有幾大，你都有佣金。我稍後會介紹我哋業務創建系統係點運作嘅，呢只係為咗令你明白呢一個推薦項目有幾強大。
如果你喺入會嘅4個星期之內推薦咗6位顧客，加上所有獎金，咁你就通過俾人睇呢一個視頻就賺咗570蚊美金，只係30日之內。業務創業系統非常簡單，呢都係我最中意嘅地方之一啦。第一步取得資格，推薦4個人完成 Dream Trip Life 會員就可以完成呢個任務。完成任務之後，你個月費就會被取消，你可以每一個星期開始賺取你嘅佣金。第二步獲得汽車，呢先係真真正正激動人心嘅地方。呢都講明點解我相信 World Ventures 會成為將來家喻戶曉嘅一個品牌。獲得汽車就代表你有資格每個月得到600美金嘅獎勵，你可以用呢個獎勵嚟買車或者係租一個銀白色嘅寶馬。如果你認為呢個只有明星推銷員或者特定嘅人可以獲得獎金，你就大錯特錯。推出獎金第一年就有1000幾人得到呢一個資格。實際上將本視頻介紹人哋之後，有啲人喺第一個月，甚至有啲係第一個星期就可以攞到呢個資格。下邊就係呢個工作嘅原理啦。喺入會後嘅第一個月，如果你推薦咗20個人成為 Dream Trip 會員，你就有呢個資格去買你想愛嘅寶馬車。呢個係好可能嘅。例如你先推薦4個新朋友，然後令呢4位新朋友再去推薦4位新朋友。想像一下，以後嘅30到60日之內，你就有資格可以得到 World Ventures 為你購買嘅寶馬汽車。開上你夢寐以求汽車只不過開始，你仲有賺取無限收入嘅可能。呢一切都係靠幫助他人取得資格同汽車得嚟嘅。以下係我俾開始者啲建議，請唔好成為一個推銷員。我哋都知道大家係唔中意推銷員㗎，係咪啊？如果你想喺 World Ventures 獲得成功，邀請朋友睇呢個視頻，我會負責你同你嘅團隊銷售工作。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有嘅人按照呢個制度去發展會員，從而家每個月兼職收入嘅幾百蚊美金唔等，一直做到全職嘅收入。呢一份工作令佢哋喺財務上有咗自由。如果你受到鼓勵，太好啦！但係我想問你3個問題。如果呢一年你可以有1-2日嘅額外假期，而且俾你終身難忘嘅美好回憶，你覺得抵唔抵呢？如果呢一切可以令你開上由公司獎勵嘅寶馬，請問抵唔抵呢？如果你所做嘅一切可以令你嘅收入大於你嘅支出，令你嘅財務更加自由，抵唔抵啊？呢度冇最低嘅收入保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可能賺唔到錢，只係享受 Dream Trip 產品帶嚟嘅超凡價值，抑或你都可以同我哋眾多嘅銷售代表一樣，改變自己嘅命運。佢哋每年都有幾次度假，佢哋可以主動辭職，佢哋唔使喺返工、放工忍受嗰啲擠迫嘅交通情況。佢哋從來都未諗過自己可以賺咁多錢。問題在於，如果你唔肯去嘗試，你永遠唔會知道。如果你渴望活出自己嘅價值，如果你渴望更多嘅樂趣、更多嘅錢、更多嘅旅遊，請唔好猶豫。而家就按照我哋嘅制度入會，並且發展會員，享受成功嘅樂趣啦。第一，揾翻你嗰個俾你睇呢個視頻嘅朋友，同你講係我準備好咗啦。第二，從我哋眾多嘅展示工具當中選擇一項，譬如講呢個視頻，佢會幫助你做所有嘅解釋工作。第三，加入我哋嘅持續培訓嘅支持系統，開始國際事業。你為咗自己做業務，同時都要獲得幫助。World Ventures 俾你提供咗卓越嘅支持網絡同持續性嘅培訓，一步一步嘅幫助你取得成功。呢一個視頻介紹咗點樣同 World Ventures 以及 Dream Trip 一齊體驗生活當中更多嘅樂趣。多謝收睇呢個視頻，希望喺來臨嘅 Dream Trip 旅遊當中再一次同大家見面。快啲加入我哋啦！